柳营在天面呢也有民俗采街、民俗义政采街活动。阿母营丈量田亩的营叫柳营，柳营茶母营，茶母营不是女人的营，是丈量田亩，丈量田亩的那个军队驻扎的地方有。附近就有铁线桥，铁线桥港就是很重要的，在清朝还有之前都是重要的。在铁线桥西边那边的一带就是道丰内海，北边的盐水月经港，西边都是道丰港，道丰内海。还绕境的哦，还有绕境大典的。农历8月25，农历8月25，国历是教师节的隔一天，有绕境呢，有绕境活动呢。